这是神家甲往庙的祭祀，咱就来庆祝活命，搁行伫菩萨主的路途。上帝已经伫咱中间兴起全新的时间，咱就用谦卑感恩的心来愿意祈祷，来敬拜伊。咱就脚中拍拜，全心归主，就将这个圣者献对神地，互伊的根对你心内门槛照出去，互行伫黑暗中的人看到真光，搁信靠伊；互伫阴暗中的人，还互伫真光面前，咱就来庆祝这个圣者，来赞美主耶稣，请在伊稳定的目标。